今日檔案新聞咧，要同大家講一個咧香港嘅檔案新聞。咁啊，就算你係一個名人都好咧，你有犯咗案咧，都係需要受到呢個法律制裁嘅。今集咧會分為3部分，第一部分咧就會講翻人稱咧 K 博士嘅化學博士鄺士山咧 K 鄺發生咩事咧，要俾人咧近來咧要提及佢咧。第二咧。K 鄺士山究竟係一個咩人？點解成日咁多人關注？就算佢而家咧犯咗案咧，都有人關注佢咧。第三，就住阿 K 鄺嘅事件，阿佬自己又點睇咧？我都會逐一咧喺3部分咧同大家講解。咁啊，首先交代翻咧，原來咧阿化學博士咧鄺士山 K 鄺咧，就原來咧牽涉一單風化案，咁啊犯咗一個咧偷拍裙底嘅問題。咁啊。11月17號咧，就原來咧喺沙田裁判法院咧就進行一個再提訊啦。咁啊，鄺士山咧涉嫌咧就喺呢個大圍嘅火車站啦，就扶手電梯偷拍一名女子嘅裙底，就發生咧喺2024年嘅2月14日啊，情人節。咁喺港鐵嘅大圍站第17號扶手電梯偷拍女事主 X 嘅私密部位啊。咁嚟講咧。佢而家咧就承認咗一項嘅偷拍罪，處理主任咧裁判官鄭紀航咧就將件案件押後到咧12月1日判刑，以等候咧呢個鄺士山嘅社會服務令同埋感化報告，繼續咧獲取咧原有條件保釋啊！但係呢件事咧就睇好似冚得幾密，而家先知啊！案庭咧就話咧鄺士山咧當時咧同事主當日喺大圍站乘搭上層嘅扶手電梯去到3號月台嘅時候，鄺士山咧就喺事主嘅右後方，被告咧就手提一部手提嘅鏡頭咧向事主嘅裙底咧影埋去，咁啊俾事主就發現，事主就追問鄺士山做乜嘢，係咪拍緊攝？鄺士山咧表得緊張同埋打算離開，其後咧被其他人截停咗。喺被捕之後咧，警戒下供稱咧，我唔知咩情況影低咗。其後咧就喺鄺士山嘅手機入邊咧揾咗10秒鐘嘅涉事檔案，事主咧認出嗰個相中人咧就係佢自己。咁啊，辯方求情點講咧？辯方求情咧就話咧阿 K 鄺咧就係初犯啊，背景良好。咁啊，鄭官咧就話咧要先索取咗咧阿 K 鄺嘅報告，但係咧都提醒佢咧唔排除有機會咧以一個判監刑罰咧去處理佢嘅案件嘅。好啦，跟住落去咧就講翻啦。喂，點解咧鄺士山 K 鄺咧出咗事咧？大家咁即係所謂叫震驚啊，亦都咁即係關注咧。咁鄺士山係乜水咧？咁可能有啲人知，有啲人唔知。咁我咧就喺維基度 call 翻少少俾大家聽。鄺士山咧就係叫 Kenneth， 或者我哋叫 K 鄺。1958年咧3月15號出世嘅。咁咧。就係一個咧香港大學化學系嘅博士，通常啲人嗌佢 Dr. K 鄺或者 K 博士嘅。咁咧佢喺1990年代啦，至到2012年代咧，曾經咧係一個現代補習社啊。如果大家有補過現代咧，都知我講咩，就喺化學科一個名師嚟嘅。咁佢出生喺香港咧，有個阿哥啦。咁啊，佢阿爸咧就因為好中意富士山，所以咧就叫佢做鄺士山。細嗰陣時咧就讀鑽石山永康中學嘅附屬幼稚園，喺1964年畢業之後咧喺西營盤嘅救恩學校讀書。曾經咧1968年咧參加華僑日報聘徵文嘅繪畫比賽。中學咧就喺旺角勝利道嘅聖培爾英文書院讀啊，繼而咧就轉咗去九龍工業學校，所謂叫九工啦，升讀預科。1980年啦，80年代入到咧中文大學1級榮譽畢業，好勁嘅。其實博士論文咧師承喺香港大學化學系潘宗光教授。咁啊，鄺士山亦都曾經擔任過咧香港中文大學、香港理工大學工業學院嘅講師，後期咧曾經喺現代教育咧擔任呢個化學科嘅即係一個名師啊，所謂有補習天王之稱。咁樣亦都咧喺社會運動嘅時候咧，解釋過咧咩叫催淚彈啊成分啊、二惡英嘅形成同埋毒性，咁啊俾好多咧相關媒體咧訪問。
咁佢亦都咧喺2020年咧呢個新冠疫情嘅時候咧，就自己發布咗一隻咧 HK Mask 咧可換式嘅口罩。咁佢話由構思到製作咧，就係淨係花咗7日時間嘅啫。咁咧佢有啲咩爭議性事件咧？2024年嘅1月5號，柳爺啦劉俊江咧就發現喺屋企咧就輕生咗，咁啊懷疑自己一事。嗰一日咧就呢個 KCON 咧無端咧喺個 Facebook 度咧就講咗句生命誠可貴 RIP， 加沙地帶啲人都唔想放棄自己生命，你就乜乜，引來多番言論。同埋咧就係啱啱講嗰單啦，2024年2月14日喺情人節嘅時候咧就喺港鐵大圍站咧進行呢個偷拍嘅事件，都係咧令到人哋咧非常之側目。而一向佢嘅社交平台咧都係非常之活躍，就住佢件事咧喺琴日夜晚咧就出咗個 post， 咁我都讀一讀俾大家聽。咁佢個團隊咧就係咁樣講嘅。多謝大家一直咧以嚟咧對 KCON 嘅愛護同埋支持。近年咧 KCON 嘅健康出現咗挑戰，佢而家正專心接受治療，努力康復中。2019到Sir 咧已經好攰，應該咧就暫時咧寫唔到文噶啦，有都係之前寫落嘅文。我哋咧明白大家好擔心佢啊，KCON本人亦非常感激每一位咧鼓勵同埋關心。喺呢段時間咧，希望大家可以俾多啲空間同埋時間咧，等佢可以安心休養。KCON 嘅團隊咧會繼續全程投入，肩負起為香港人服務嘅責任。大家嘅支持，我哋前線嘅前行嘅最大動力。我哋會一如以往嘅堅持，用心做好每一份工作，回應大家嘅信任。再次感謝大家咧無限嘅包容同埋體諒，祝大家咧身體健康，生活愉快。咁咧，好多人咧就喺佢個 Facebook 度第三部分咧就講下咧 KCON 嘅事件。咁咧，你有呢個偷拍人咧，就啲人話喂，有錢人點解會做啲咁樣？我覺得咧就唔理你有錢名人、普通人、窮人，有呢啲咁嘅所謂叫心癮或者病態咧，就冇分話年齡啊、性別啊、金錢啊、學歷各樣嘢。當然有啲人克制得好啲，就唔會犯啲咁嘅罪行啦。咁但係嚟講咧，始終就唔係話喂，就我有錢我就唔會有呢啲病態。我覺得唔係咁樣嘅，個個都有機會嘅。咁當然啦，呢樣嘢我就梗係絕對唔鼓勵，亦都咧覺得佢應該咧承受翻法律嘅制裁。因為咧，始終咧你咁樣偷拍咧，對一個女性嚟講咧，都係一個陰影啦，係咪？咁嗰位當事人會好驚，話下次會又俾人喺一啲大庭廣眾嘅地方咧，俾人偷拍，咁所以對方嚟講咧好創傷。咁當然啦，而家咧 KCON 咁樣叫做自己所謂叫暫時啦收筆咧，我覺得都係一個恰當之處。但係問題就喺度啦，2024年2月14號情人節發生，今日已經係講緊2025年11月嘅時候，大話都1年半有多啦。呢件事咧係諗住咧蒙混過關到幾時咧？不停提訊再提訊，直到而家咧有機會認咗罪啦，你先同我哋啲所謂叫普通咧follow 佢嘅人啦。當然我唔係話特別中意佢，但係我都有陣時會睇佢啲嘢，譬如講下打風睇下 KCON 會評估爆風球機會率嗰啲，我都有睇嘅吓。咁但係嚟講，你係咪都要同我哋啲所謂叫做普通公眾咧有個交代？唔係話即係私人嘢唔一定要同我哋交代。咁但係嚟講咧，我覺得你做得一個私人人，即係工作人士，你有啲咁嘅風化案啦、偷拍案啦，咁你其實係咪應該都話俾人聽，等到人哋知道你有件咁嘅事？當然我哋接唔接納係另一件事，但係你唔講咧，好似咧就有啲隱瞞緊成分，因為我見佢個專業咧仲喺度不停咧喺度 sell 緊自己一啲產品咁樣，咁係咪即係有欠即係作為佢嘅支持者啦？我就普通一個即係立體嘅人嘅啫，唔知大家又點睇咧？歡迎咧喺呢個罪案研究室度咧同我講解下。再次多謝大家收聽收睇，中意嘅話咧記得咧俾翻個 like share 翻，同埋記得訂閱。
follow 翻。多謝晒大家，下條片再見，thank you 晒，拜拜。